现场看起来，命案现场看起来像是小罗莎老黑豹凶死，法传判断凶手应该是其他人。打拢。许信良生性多疑，他怎么可能接受你？百姓虽然请到许金良控嘅微索，不过慢了一步。郑哥，这里地图。伫小罗莎命案现场请到细妹的条南模。你把这个橡皮筋啊带回去化验。百姓做许金良嘅下，某些人送到民众。保持呼吸。郑哥，郑哥，你有没有事？救护车什么时候到？快，他快休克了，快！或者，一个路人在枪战中受伤，对，现在还在急救。是谁开的枪？我有开枪，但是是对方先开的枪。所以是警察枪战，然后路人经过被流弹打到。现在连这个路人是谁都还不知道。你应该很清楚，如果是我们的警方这样打到的话，那后果会有多严重？你这次没有擅自行动啊？这次的行动的确是锁定在许金良活动的范围。许金良出现是迟早的事情，我不过是先发现了而已。警方其他的人也都陆续按照计划在接近当中。这次行动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谁都想不到会突然有一个人冲出来。那现在许金良人呢？跑了。不过现在事情大，跟我们的人也都还在现场搜寻，他应该跑不远。好，那你先在医院留守，等手术完了以后看医生怎么说。好吧，没事，我是在回想昨天的情形。昨晚现场到底什么情况？胜哥他先前一步发现许金良，然后接下来就发生坠入枪战，但是我们都在后面，所以详细情况只有胜哥他最清楚。可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民众，然后你突然出现在警方追捕的范围里，而且还有枪战，那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应该是躲吧。志杰，我在想对方没有要躲的意思。
副座，你们当时怎么部署的？每个人都坚守岗位吗？报告，我们都有坚守在岗位上，直到许金良出现。谁先发现？胜哥先发现的。那你们怎么追捕？胜哥发现许金良的同时，我也用对讲机通知了所有同仁，我们一切都按照程序来进行。眼看其实就要抓到他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打草惊蛇了。然后一个民众他就意外出现在我们追捕范围里。跟国胜报告的一样。我说我没有要包庇胜哥的意思，我讲的是事实。我了解，但是现场状况我必须要理清啊。而且今天如果国胜真的有错，也不是包庇就能解决问题的。阿超，听讲拍生记啊，就在纠结许金良的事件，有人开枪，佮开枪的人还没拍生啊。系啊，不过了下还蛮客厅，事态还没进房嘅。嘿哦，给阿爸不会有事情吗？佢最看事实系蛮解啊，还有本人打到佢爭人的錢嘅，都係本案。阿超，唔做得報拍生冇事情啦吼。我請去法院，我用嚟報警。佮唔管，迄嘛個身份，請我相信佢，絕對有辦法的，唔免一次就安樣。好啦，謝你哦。伤者的左手臂呢，只是被子弹擦伤而已，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右大腿子弹进入之后呢，伤到他的神经，但好险没有伤到动脉，所以他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复健。那等他情况稳定一点之后呢，就可以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那病人的意识清醒吗？麻药退了之后，他意识还算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侦讯？这个的话要看情况。虽然他之后的伤口没有继续再感染恶化，但也要看他心理复原的情况。那这个答案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医生，麻烦你等到你评估他可以接受侦讯的时候，也通知我们一下。谢谢医生。你一直急着想问伤者问题，你是有在怀疑什么吗？我们直接讨论了。伤者突然出现在追逐的现场，我觉得不太合理。就算他突然出现在追逐现场，也不代表你的用枪时机是对的。不错，我们在追捕枪击要犯。有民众的地方就不应该开枪。是许敬良先开枪，我还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人。陈哥，你现在跟我讲这些没有用啊！人家怎么解读才是重点啊！事实才是重点。让我问问伤者，我一定可以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这个案子你不用管了。副座，现在时机敏感，而且你又是当事人哎。许金良的案子你先不要管了，等枪击报告出来以后，我再来决定你是否会侦办小组。副局长来了，副局长，请问伤者的情况如何呢？伤者没有生命危险，伤势也无大碍。对于这次伤及民众，我们警方感到十分的抱歉。副局长，那现在可以确定是警方开的枪吗？这个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厘清。但是对于追捕通缉要犯，警方展现了强烈的企图心跟决心，希望在这一部分大家能够给我们肯定。那副局长，请问一下，伤者身份确定了吗？由于刚刚动完手术，目前还在观察。两件事情，我们也不方便打搅。第一，继续追捕许金良。任何身份证明。许金良应该还在附近，所以不要松懈。知道。也不要受这件事情影响。再来去找蔡荣祥。蔡荣祥看过小高，请蔡荣祥指认这个路人到底是不是小高。另外，在许金良住处那边找到的牛奶瓶，成功采集到几枚指纹。除了员工以外，还有另外2个人，一个是许金良，另外一个我还无法确认。你松牌讲嘅 DNA，有辦法對指紋地度看出來係誰來嘅，還係誰摸嘅冇？
指纹上面有体液的存在，但微量极低。基本上有体液就可以判断是男是女，不过现在的技术可能无法做到。另外，在牛奶瓶的瓶口，我想试着看看有没有唾液，不过检体里面并没有发现口腔膜细胞，所以也验不出 DNA。去探讨比对嘞。大军已经在做了，还蛮有案架。主任，我身体肚比你还较急，但是人都上心来吧，其迄路经验的，听说唔会看到乱开冲嘅。哎呀，伊讲来啊，急到按钮啊，啥唔记得，你比我还较细哦。来是懂小记，但是今日哈，会抢做对做的能力做会到嘅。大师，送餐用板啊？没事了，要他余缓吗？陪我到命案现场走一趟。走的啊，是帮忙啊。忙哈，准备做个董口师。我们接着走吧，到录像室。是还蛮得喂，没上手柄就没事了。哪有心情吃啊？我是吃到包子，我才发现我饿死了。我都替家败医院的。对呀、他对这次枪击案啊非常紧张，他担心民众啊会对警方的观感不佳。唔会紧张啊，不会走路八乡的看法。我只在乎能不能抓到许敬良啊，其他我不在乎。不过对方是无辜的人呢，你做唔得因为做坏人，上唔关骗人嘅伤势啊。是不是无辜的还不知道。如果真的是误伤啊，我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我们那天车子呢，就停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了很久，大家都累了。然后突然下了大雨，突然许敬良就出现在车子后方的香肠摊。我不太敢确定是不是他，所以我就下车，靠近香肠摊。然后许敬良发现了我，他开枪，我还击，然后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过去，我就追了过去。然后那个女的就出现了。不对，许敬良开枪之前，我后方有个声音，他一定是发现了我，所以要提醒许敬良，他肯定就是小高。假使唔起佢，你就按样客厅，你懂洋葱诶。副座嘅想法肯定也很通用，故说啊，张不准难无法。黑狗民众犯谁被小打到，还不用警察，误认成为嫌犯，要事情闹开，肯定是很难收拾的。你还想侦讯佢啊？懂眼啊，我相信我的直觉。太衰啦，两摆哦，那无案件就执行你。没有关系啦，证据会支持我。你刚刚说电玩店的那个头发，是女性，那可以跟被枪击的民众的 DNA 做比对吗？如果比对结果可以让我确定那个小罗莎跟黑豹的命案现场出现那个女性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过，你做唔对凊彩采个 DNA 啊？唉，还有比对结果就做得证明个推论啊。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小高如果被盘问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小高不是那种人啊。如果把你供出来，我们现在在那边又做得这么安稳吗？警察早就来攻坚了。我还是觉得现在应该先逃，以防万一。你要逃去哪里啊？现在已经到处都有警察，你匆忙离开只会被盯上。可是我们不逃就没有机会啊！那我们这边等警察抓啊？
我跟你去找好了。阿良，你先低调，等我们找到新的藏身术，你再行动。你去准备东西。你真的不担心小高吗？他从来都没有让我担心过。我已经跟附近的邻居们都问过了，他们就说没有看过许进良。会不会上次追捕那天是他第一次现身啊？那不可能吧？这样他也太会躲了啦。应该要发动大规模搜索，给他时间，他就会逃离那个区域了。可是沈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经过副座同意耶。那蔡荣祥人呢？找到了没啊？还没找到。快找！如果他可以指认小高，就可以压着小高去问许进良的下落了。副座，你在这里干嘛？不是叫你不要管这个案子吗？报告副座，是这样，我们是请盛哥来给我们一点意见，毕竟盛哥参与这个案件这么多。你们参与的不多吗？小梅，拄好经过呀，让办公室的员工也下班咧，你要使无呀？俺班长去老爸穷下嘿。用讲好啊，不过行业办嘅经过呀，就做唔得接送的情谊啦。我怕被申哥盘问。你敢去哦？冇啦，我讲去movie店啦。你妈该好movie嘅。你妈该按个天数的冇？唔是啦，我去家就做的。小梅，你这老师拢来讲好咧，迄个沿岸的朋友，对俺个态度要差太多咧，都太很用的啊。文凯，我就老实讲，我做对老你保持距离，就会讲你movie。就懂出价，希望你做得了解。上本你，送本来。一个给长茶司机送本来给。小姐，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是要出国还是回家？我要出国，去美国读书。这么年轻，要离家这么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送给你，里面的音乐很好听，你在国外寂寞的时候可以听。谢谢。司机大哥，你有离家过吗？人的一生说长不短的，一定总有离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总会有回家的一天。小姐，其实人待在家里是最幸福的事。不好意思啊。糖豆青米一条。身体唔算系天数诶。唔是啦，还去家就做的，你这样去糖果诶。准备好嘛？好嘞。哦，快啲嘞！郑爽啊，佢已經解決問題。偏有啊。仲未有時間。爸，迄個唔懂相款，
做到点看看啊。歹势啦。那个点碰有冇骗你？天发进来哈。喂，妈。我开机去快退嘞。发动相款，方式人轻飘一些啦，也就做到点碰款咯。安尼哦，佮看起来几多点的，也按压的咧。也爸天公也没有上班嘿。哎呦，爸冇看到那是，听说为什么唔退嘞？你就算假意啦，你就看退嘞就赚嘞。好啦好啦，就安样啊，哦。不知道，世の中手に負えんことばっかりやな。めっちゃ疲れたな。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私の妻は死んでも死にきれない。これが私の妻は。お願いし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はい。5時にコーヒーショップで。はい。爸，你那好看讽刺啦，还唔系知道你老几穷用啊？有没有按勇讲咯？比其他的新侦探片跟年轻偶像演员，讽刺人老爸穷用呢，做事情按才按稳，唔会理会其他喜欢的事情。我知道，你用啥年就系注定是俩红翻嘅黑。嘅系做戏，也无想按度啦。有时节看戏就系一种养法啊。你还知道，你对讽刺人地度情到认同感，然后归属感。哼，我无按备胎呢。小明啊，你真认为以我为荣吗？当然哦。谢谢。小梅，主任有采无？阮拿报告返去嘿。本来就做得嘞。好啊。小梅。其实你从六姨唔带有糖无？拄好，我甲影响 fight 咧。我说无糖。糖看呢？鸟的喏，按某神的。末了啊，什么案子都不能碰。你做马该脏货，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调职的事情。哎，大生啊，你老小梅个关系啊，这样变较好调诶，你讲法爱顺法哦。哪滴啊？
胜哥，主任，时间差不多嘞，用好了去嘞。好，哎，好。Kid IV 啊，你们走了之后剩下我一个人呢，我跟你们一起去验尸好不好？你被禁足了，长官说啊，不准你出现在命案现场。来，好。主任，胜哥同关心那个案呢，因为呀，又无会分伊呢。这个条是唔分伊伫啊，结果喏都会线索，我真厉害，一次顶5、8节哦，最近无蛮个好啊。顾说主任，迄种个时代下留去天数嘿。假使真相做得留去天数，样的哦，就会受到。阿快，买声音啊！伊像迄体检查去送诶，体检查迄唔迄有固定时间来说。你有目击证人了。大哥，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附近垃圾都是你们来收的吗？这附近都是我们在负责的。那你有没有印象，在这旁边有个电玩店，前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异状？前天我没印象哎。那你们每天收垃圾都几点钟啊？中午跟晚上经过你们说的那家电玩店，大概8点咯。那当时这个店里面的灯还亮着吗？这个我真的没注意。撇开电玩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好，谢谢啊，谢谢。哎，小混混算吗？小混混？有个男的提着东西，边走还边丢垃圾，我在后面骂他，他也不理我。那他丢什么东西啊？香烟盒。好，谢谢啊。谢谢。阿快，你快！先生，对不起啊，这是前天一个客人来这边买的东西，你对这个有印象吗？哦，这是我那天看的那本书啊。哎，对不起。先生，你看的漫画为什么会被买走？他来结账的时候说买漫画快报，我跟他说已经卖完了，他就硬要买。我本来跟他说你在这边看完，他也不肯，他的样子哦有点可怕，我就把我那本书卖给他了。那你确定是这本吗？这是我折的，是漫画比赛广告。那你知道他是几点钟来买的？是晚上啦，几点我就不知道了。先生，那你们这边会听得到垃圾车的声音吗？哦，会。啊，对，我老板7点走，我8点出去倒垃圾，顺便下班，所以他是中间这个时候进来的。谢谢啊。好，谢谢。谢谢。你好，我是你的主治医师，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不用写了，我要出院了。
你现在还不能出院，你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这个照片一直放在阿嘎抽屉里面。他走了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去整理他的东西。但是我想，应该要拿来给你的。这张照片是他刚调来我们刑事局的时候拍的。那天下午在钓虾场，他钓不到虾，他也不吃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吃虾会过敏。然后我就问他，那你干嘛还来啊？他说，同仁为了欢迎他，所以约他。他觉得大家开心最重要。怎么想到要把照片拿给我？我担心你会因为抓许进良而卷入民众受伤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来找你。我想要跟你说，我很谢谢你。我知道阿嘎的事情，你一直都有放在心里。不要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的。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一定不会嫁给警察的。像阿嘎这样子，说走就走，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活下来的人有多痛苦。谢谢。你迄件买的嘿，喂，果冻，我所去超市买烟瘾，去小罗萨。小罗莎出来买东西，可能8点边的就拄到嫌疑犯嘞，那条东西就得的。就本人做天通点嘞。主任，冇错啊，卫荣嘅检验迄4到5点钟。用算起来，7米1船，检拍动作够后咧。死的时间应该喺8点半到9点半之间。假使伊컨택在转去，其实没问题死死咧。也迄较暗调的转去袂好啊。冇听错，其实三铁咧。看像对方早就伫个等起咧。这颗子弹是从那位女路人的左大腿里面索取出来的，也就是现场击中她的子弹是90手枪圆形的弹头。经过我们弹道的比对，继续。确实是从博胜持有的手枪所击发。你还是觉得你的用枪时机是对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个意外。那不是意外，那是你急着想逮人立功的错误代价。你什么时候才要改掉你逞英雄的个性啊？副座，博士。有件事想跟你们讨论一下。法医是找到新的事证，小罗莎跟黑豹正确的死亡时间，确定是当晚的8点以后。那么隔天送货去的司机打去的电话是谁接的？应该是跟行凶的人有关联。好了，电玩店的案子先摆到一边，这个民众的事情优先处理。我们有合理的理由来怀疑两者的关联。现在有新的线索，不能不理啊。被枪击的那位民众现在情况怎么样？医生通知说，那个民众叫高小军，很有可能是小高。你的直觉是对的。好，现在如果证明他在电玩店的现场出现，够了。要证明也不是由你去证明的，你还是继续待在办公室待命。
没有我的允许啊，不许你去碰那个高小军。阿峰，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啊？打电话、写公文、盖印章、泡茶。胜哥，不用麻烦，这些我来就好了。喂，胜哥找你的电话。先帮我去打一瓶饮料。啊，好。喂，胜哥，你找我？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有没有在积极办案？有，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调查当中。一有消息就打电话给我，我一直都会在办公室等你。啊，知道，我会跟你说。哇，按朵菜啊！请给我们老师家常菜来。平常都司马盖。俺又唔要住啊，吃便当了。可以开动了吧？清凉是哪个属你萌萌哎？有样模样啊！我来是这个客家小炒认的，这礼拜是你做的菜啊。好像有点太咸了。不会，那个咸度啊，跟辣度刚刚好。姜丝炒大肠我也认得。你这个醋，你用的是什么醋啊？说了你会知道吗？我不认得醋，我认得吃啊，就是这个味道，跟你妈做的一样的味道，太棒了。你还记得妈妈做给米西哦？龙眼啊，从来没有忘记过。还挺迷贵，我们都用食物来交流。西班牙人就做海鲜炖饭，意大利人就做 pasta， 我呢就做客家小炒。味道面子啊，买给苏尼，就做给凯江嘛。你要是开馆子啊，我来帮你洗碗。爸，我觉得今天副局长讲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我才不管他说什么了，我不在乎，我自己心安理得就好了。那你呢？你跟他们一样觉得我是在逞英雄啊？你的用枪时机绝对正确，借这么多年来的经验，你不可能失准。主任老矮都吃豆，听说还有马该 ，MD 给。够了，有自己的老朋友，还有自己的女儿，相信我，我还怕什么呢？不用管他，我们继续吃。你先去回电话吧，回完再来吃吧。好，我先去回电话啊。蔡永祥人呢？我们到上面他住处里面去找，他人已经不见了。还有，他也没有到刑事局里面去报道。蔡永祥人不在，我自己上去看看。胜哥，啊，他是真的不在了。那个，
盛哥，你就都让我们来吧，好不好？因为到时候上面知道我们一直在跟你报告的话，到时候我们也很麻烦。是啊，盛哥，我们一直很挺你，也很相信你，这你知道的。可是如果你要帮忙查案，万一上面知道的连带处分下来，这不好吧？你们两个跟了我那么久，我什么时候要你们扛责任了？我是为了要破案嘛。你们这样子怕东怕西的，时间都错过了，破案最重要嘛。有什么问题我来扛。请进。副座，你在找我吗？你也知道这个枪伤民众已经复原的差不多了，现在可以开始侦讯了。我想请你帮我去跟他聊聊。博胜知道吗？他一定急着想知道事情来由啊。我刻意不让博胜知道这个事，我怕他的脾气会误事啊。副座，博胜就算是个急性子，他也不会是误事的人啊。其实不用你说。我也怀疑这个女的涉案。一开始呢，我以为她是无辜群众，但是看了这么多送来的报告，再加上她醒来以后的反应，什么家人找事，更让人怀疑。如果她真的就是这个小高，我们更要小心谨慎，不要让她以为我们知情，看她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既然副座认为她很有问题，为什么不让博胜继续办案呢？可以让博胜继续办案，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总之，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了解一下状况？谈判侦讯不是我的专长，我不是很有把握。梁主任，我不想为难你，你去跟他聊聊就好。我希望带小梅过去。没问题。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看过这个人吗？好，谢谢啊。已经留财产的工具，不用拄包包伫拄咧。那无可能做点稳当嘛？含迄钱都一定是要给证据。是啥？已经上好我用的物件。如果还有不舒服的话，再通知我们。还是不要让他情绪太激动，谈话时间也不宜过长。我是刑事局鉴识科的黄小梅，我需要采集你的唾液跟头发，用来检验你的 DNA。啊 ？DNA 是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组独特的 DNA， 可以用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出现在别的场所。现在是怎样？我是嫌疑犯吗？高小姐，警方是有财政厘清案发现场的经过。唔係調是愛對應用嘅，佢從會答應嘅警官，你要本人調查。這種事我哋遛狗，狗被鞭炮聲嚇到了，我又唔知喺哪來嘅傷，狗嘅我就本衝嘅大刀嘅啊，我要給快衝嘅警察負責。假使警方有唔錯，一定會負責交代，請放心。你是許建良家戰友嗎？
万你唔是记啊，10大枪击要犯哎，我讲笑哎，我迄事件哎就唔会出现伫假片哎。如果你是真的无辜，就配合我们采证；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来打扰你。来，嘴巴张开。漂亮警官啊，我是受害者哎，是警察乱开枪打到我。你不要一副我是犯人的样子在质询我好不好？高小姐，警察没有乱开枪。警察没有乱开枪，我怎么会中枪？我是路过哎。只是路过的话，就配合我们帮助你洗刷冤屈，好吗？我有权利说不要。像他这么不肯配合的人，一定有问题。我看你突然出现在现场，一定跟许静兰有关系吧？你想象力好丰富哦。我累了，请你们出去，我要叫医生了。不用了，我们要离开了。歹势啦，当时你上过了后，我嘛还想要讲的，请通知警方。讲几百年嘞，唔要警察啦。但迄法医。法医来做嘛该啊？请证据。我妈去做唔对，出去啦。你含迄木材 DNA， 来做就自己唔会批下，来做就有夹个 DNA 咧。基本冲的大头底下唔系有流血，当风就有夹个 DNA。加下像迄刺探剂，看其用的反应。看起来，伊承诺也爸爸个承诺咧。等好。辛苦了，胜哥。来，咖啡，还有烟，够我们撑一阵子了。谢谢啊。哎，不会。你说我们是，郑哥你要一起？对啊，只有我啊可以找到他。哎，我跟他啊就好像磁铁的正负两极啊，会互相。哎，可是你没有我不行了。师姐，胜哥怎么到现场了？哎，胜哥是来探班的啦，啊，没事没事，我处理。我刚刚啊已经把这附近啊全部都搜寻过了，所有的空卧都看过了，里面都没有人。所以我在猜啊，这许金良一定不是躲在空屋里，一定是租房子。我收集了这附近所有的房仲啊、代书的资料。胜哥你真厉害哈！哎，不过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跟许金良就有点像是磁铁，对不对？我是怕万一不小心又来一个狭路相逢，来个相战，对不对？上次也没想到嘛，我怕万一就……好，我不为难你。女的怎样了？听说转普通病房喽。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侦讯了吗？我可以帮你问一下病人的意愿，但无法强迫，不然我们院方也很难交代。了解。哎，郑哥，先不要，干嘛拉我？你是在拦我吗？你现在已经会拦我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到时候出事的话。你是认为我在闹情绪吗？好，我不会为难你，但是请你不要再拉我了，我不是你可以拉得住的。郑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没事，你好好休息吧，我们该吃药喽。主任，师姐啊，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好，你说啊。胜哥了，他今天又跟我们跑去医院，差一点就要盘问高小军。不过你放心，我有把他挡下来。但是在跟之前，他还自己跑去许晋良藏身之处周围又巡了一遍。我觉得他一定很疲累了，但是他又情绪应该是绷到顶点，他还这样子。我不想要看他那么操劳。我明白。要他坐办公室，他还真不习惯。但是能不能想想办法劝劝他呢？
博胜就是个黑白分明、嫉恶如仇的人。他办的案子，就算要他死，他都不会放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帮他。哎呀，怎么了？啊，警官，你可以帮我去换零钱吗？我想要去投个饮料，可是我没有零钱。拜托啦，帮我去换一下嘛，我很渴哎。而且我是病人，又不是犯人，你干嘛这样？拜托啦。好，你等我一下。我有个朋友有空屋子，可以让我们借住一阵子。信得过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啦。那走啊。这个朋友明天晚上。等什么？对方知道是我们要过去吗？不知道，我只说我一个人。我怕你一过去的话，人家会起疑。爬山。爬山来嘛，来 sport 嘞。你违反命令出去查案了呀？哪大嘴巴去老你告密啊？卖讲无创业哦，大家都受你啊。俺上来啊，大家是怕我惹事，把事情搞砸了吧？大家唔系得做医师啦。俺了解人家嘅心情，每年你坐办公室坐唔惯，不过你要退小妹想一下呀。佢哋喺办政府卡呆咧，也兩啥拖延咧，應該啊家庭為重。后来迪的，我自己也很喜欢他现在在家里的感觉啊。那大家都啲，你阿今年一旦將啲做事冇神法，你阿冇教養咧。為到一個家庭啊，你要好好照顧自家。你现在是劝我放弃的意思吗？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是家庭跟工作我不能兼顾了，是不是？俺没了这意思啦。要我退下来可以，可是我要退的心安理得，我要退的功成名就啊。像现在，我被人家误解，我被别人带着异样的眼光，然后我要退下来，百川，我这样子我真的会愧对我自己，你知不知道？喂，你上了，也太新的翕相机哦，哎，长买的呢，都好拿你两下来做试验，来看效果我冇咯。喂，少爷啊，少啊。籌辦部都排誰啊？比有睇啊？冇事啦。主任，高小军的血液检测出来了，小梅的 DNA 排序，然后 Annie 叠电玩店请对的铁栏膜，还有皮屑有很高的相似度。
甲这高小军、老许进良有关系，那伫现场有可能这都两面前动哦。这肯定就是小高了。我先出去一下啊。去查案了，那老爷去。你跟我来干嘛啦？你要监视我？俺唔去监视你，俺向老爷听诉，老安呢，他家查清楚诶，不用安心。好。啊，我记得他。他有跟你租过房子，租在哪里啊？不好意思，他没有跟我租过房子。她是我之前常去一间红包厂的一个女歌星。红包厂的女歌星？对，就是她没有错。请进。不好意思，打搅了。你们怎么又来啦？我想请问你认不认识照片里这个女孩？听说她曾经在这里驻唱过。君君，她叫君君，人很单纯的。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这些人有时候为了开嗓，会喝威士忌，她开嗓却是喝牛奶。喝牛奶？嗯，她是说啦，喝了牛奶呢，歌会越唱越好听，好像也真的是这样子哎。她歌唱得很好，捧她场的也很多。不过有一天她就离开了，去了哪我就不知道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呢？可能被骗了吧。之前她跟我说，有一个唱片制作人想要签她，后来有一个号称是5等奖的制作人找过她，但是就不知道被哪个骗子给骗了。据说她跟一个客人叫许晋良的走得很近，是这样吗？那个许晋良啊，我是听说他对君君还蛮有意思的，搞不好他跟了他，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啊？可不可以多说一点他们两个相处的情形？警察大人，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徐晋良，我也没看他这边出现过啊，搞不好君君是离开这边才跟他在一起的啊。好了啦。今天是我最后一场的演出，我可是要好好准备的。你也要离开啊？在我们这边的人迟早都要离开，只是看你跟着什么样子的男人而已。你如果换个新地方，体会开快乐。我想每个想离开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吧？歌咏死给小高，给听雄心，当黑道的女人会较快乐啊。对佢来讲，係啊，愿意提心吊胆，还要挨枪，要说没有未来的日子，永不会快乐啊。谈起来，听说下年歌咏死嘅献车啊，冲嘞！要不要想办法通知小高？他自己会想办法找到我。你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又有没有事情啊？你是开枪打到我那个人。小高，不用再演了。我们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你跟许晋良的关系。我们从枪击案现场的血液采集到你的 DNA。我知道，你有出现在电玩店凶杀案。凶杀案的现场，找到你的一小撮头发，而且小罗刹指甲内的皮屑也有你的 DNA。许晋良藏身处的牛奶瓶当中，也会留下你的指纹吧？那又怎么样？这是你吧，君君？
我们从蔡荣祥那边听说你跟许进良在一起，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你是在帮许进良挡子弹吧？挡子弹有犯法吗？可是你开枪打我，就是你不对耶。你还嘴硬？电玩店是2条人命哎。许进良家案部，我伫天通天黑豹楼小楼下，也暗批许进良此家。让他坐在客厅，就可以你的现场。假使你真紧为了许进良把那2条人命抓下，就老实讲，因为挨到事后嘅证据来看，你应该冇乜嘅话好讲嘅。你要结婚，哪会要这么久啦？我。大龙，宝宝已经死了，够了。你为什么要杀他？许金良也会这么做吧？杀一个人是坏人，杀几个人都是坏人，有什么不同？我这不是要帮许进良，是帮你，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力气，我欣赏你。明明当晚你们就离开了，为什么隔天还有人在现场接电话呢？因为他要看到阿包伟的尸体，所以隔天我们又回去那里。阿包的事，安尼做对吗？唔做案图，做伙行也本人三岛。我也壮年，根本日无本人三岛，听个日也会本人三岛啊！唔按行哦，做唔好停停啊！就也下讲清楚，爱删，继续删啊！你冇意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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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乜个小猪毛，唔肯定我咪拿唔出乜个。
我会结冰天，我就要归身，天顶，你知吗？嘿啊！你去等下咧！我就迄好朋友弟啊，犯配俺人做死，也总会脱离。许静良现在到底在哪里？就算我跟你说，也来不及了。你老弟有联络，因为佢冇来签名咯。高小军，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啊！你今天不说出许静良在哪里，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法师，较人请电话。你下警方，请你请许俊良认真来。你嗰篇也无意思嘞。假使你真嘅爱佢啊，就应该牵佢出来。今日脾气赢啲啊！听说老警方哦。边死边命斩港烟，敢唔过？你希望佢死体？高小军已经说出了许静良藏身的地方，而且他也坦诚他告知了许静良，所以现在许静良可能已经不在那里，或者他还来不及离开。我们不是在医院有人监视他吗？怎么可能还通知呢？高小军打了许静良的扣机，他留了4个号码。1109，可是高小军的生日，这表示他没事。你认为许金良还留在那边的几率有多少？我们人去现场看就知道了。我们应该派霹雳小组在现场待命。杀黑豹的达龙，还有其他跟着许金良的人，不但冷血，而且火力强大。要是双方真的枪战起来，我怕我们警方会有死伤。我建议现场先勘查确认，别擦枪走火。这次的枪战难免，我想要一鼓作气，把他们一网打尽。我来先做前锋，我先去勘察。你那张脸，他们已经熟到不行了，你一出现不就破功了？反而会打草惊蛇。不然我去。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对啊，那我相信我的面孔对他来说应该是陌生的。我可以扮成工人，或者是我去发传单什么的。我先确认他们的身份、人数，看他们有多少火力。我们先有个底，然后再去抓他们。好，我们不能再错失良机了，师姐。阿快啊，我先转了。主任，你先送一些坤，来开下第2张转。你老人家嘅随身听啊，不用多量啊。什么主任？我来算了。好。22号3楼。他们姓什么？他姓许，姓许，严无许。对，严无许。他们搬来多久？差不多有1个礼拜了。1个礼拜。哦，好，那太好，谢谢啊。好。刚才戴叔说了，22号3楼是新搬来的邻居，姓许，严无许，把这个换上。许先生。对，你一定要记清楚，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哦。许金良不是普通的罪犯，要务必小心，一不小心啊，后果是没办法弥补的。那装备就先放车上吧。好。
月亮。哦，鸳鸯哦，鸳鸯。我选一种啊，选一张。妈，黑毛看。眼镜戴着。这样。OK。好，那宪哥，你等我通知哦。好，小心啊。好。大家待会分开走，比较不会被盯上。 3个人一起，火力比较强大。我说分开就分开啊！跟他小哦，不是说要拼了吗？好，随便怎么都走都可以，不要浪费时间了。讲人行讲人的，有通倒无？ 什么事？不好意思，我是隔壁刚搬来的邻居许先生，那个我忘记带钥匙了，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借个电话吗？不方便。不好意思，真的有一点点急啦，借一下就好，拜托一下就好。去找别人。怎么这么久啊？可能出状况，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我先下车去看一下。这个，各单位注意，有另一名员警下车，请大家戒备注意。胜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许金良？我没有看到许金良，但是我有看到大龙，他们还有枪。刚刚不好意思呢。
现，到前面报仇。前面一条歌的，原来是隐藏版的哦。用哎，爸，哦，错，告发。 这次我们警方全员出动，一定要逮到这3名恶徒。是。许进良给冲动，快冲大巴生。可是怎么会变成小梅子你？是集体行动吗？做嘛该本 bug 生意啥通？霹雳小组全面包围许进良。好，还是我们投降。跑什么？给我说你到东南去！要从对部行通，竟比上夫快冲，冇想到。